的心肝。千言万语讲袂煞，我听你那是命。情海不定变化，谁知影？云中月圆了解阮心声。飘浪的船只，总爱有靠岸，心爱你敢有在听？哎呀，你看看，我们的院长就是不一样哈。哎，开玩笑，哇，哎，小珍姐姐为了跟你唱一首歌，特别搁换一束衫，你看嘛。哎，真的呢，好漂亮，好干呢，我重视的。男的帅，女的美啊。我们市的院长真的很大气啊哈。那三冠王说唱秀赞助5000瓶哈，这个一条根精油。是这几位。哎，相信大家哈有来拢有摕到哈，无摕到请举手，你看。拢无人举手，表示拢有摕到吼。举手的表示无来的。哦，安尼你。举手的表示无来。真正非常好用诶。好用。我昨伊拍伊上，毋是去闹我去闹着骹。哎呦，我就是有抹者。真正。很厉害。对。谢谢啦。啊，院长你嘛讲两句啊，卖讲这句两句就好。两句哟。哎呀，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一条根是个好东西啦。听我们那个龙介兄他们鲁轩妈妈说，哎，你们这个商人哦，赚到钱。哎。哦，一定要回馈社会。真的。哎，那个许兄弟感动，我想讲哦，哎，干脆我们把这一条根哦带入我们全部的哈，我可以影响力有极的啦哈，劳工朋友还有各位朋友，谢谢各位哦。哎，这好东哎，一条根是个好东西。是啦，哦，大家个发扬光大，一条根现在算国宝了哈。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咱这大力电视台有在筹划一个。新著名的歌唱比赛到时阵可能啦，我们会建议在台中车站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到时候要请市的院长多帮我们出点力量我呢，只要是新著名包括很多外籍移工也是我们比如说陆配也是对印尼的通通可以，只要是外籍的新著名，没错。爱这片土地，咱来唱台湾的歌曲，拢总会使的。是安怎？袂用唱印尼歌，袂用唱马来西亚话，因为阮听无，所以评审无法度这主席一把分数歹拍啦。借问一下，那生了成敢会当参加？生了成，村里安尼就生了，村里就使嘞，迄个使。这啥吗？大家老板，你是来自？但是他是原住民，不是新住民。多利马卡西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住民。马来西亚。对，欢迎大家来，希望我们院长多我们出点力。谢谢。好了，院长。台中区一种真的，质感各方面都会当提升啦，文化素质嘛。对，谢谢市的院长，谢谢，感谢，谢谢小珍，祝你的唱片大卖，谢谢。云中围在嘛是因两个这主打歌一世人听你那是命。是欢迎大家的支持加油谢谢这样子长期在我们赞助，谢谢你们来。